演传时传，
年嘛吼，今年8月，要前头啦吼，迄是啥物？讲的吼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咱今日基本上来讲起，修道，咱是毋是咱一般顶吼的世间法的一种物件啦？世间法的物件就是讲，咱人生来讲这个世间，啊，衍生里面，啊，我伫这个世间就有这个所有上的物件，啊，你在追求的物质啦，啊，追求写实啦，啊，追求形象啦，啊，追求享受啦，好，这叫啥？这叫做物质上的生活。啊，你物质上的生活了后，咱知影，迄拢是一个虚幻，迄拢无事实啦。咱讲为你想看卖，咱家己坐咧，咱家己思考看卖。自咱生出来，咱捌代志到即马吼，你得着什么物件？你得着什么物件啦？哦，一定咱得着疲劳啦，得着生气啦，得着不满啦，哦，啊，得着咱的触动啦，安尼呢，得着安尼尔。互你趁着钱，我我嘛真欢喜啦，趁着钱嘛真欢喜啦。啊，若你今仔日了着钱，讲真生气啦。哦，啊，今日时势若是有效，啊，你足欢喜啦。今日时势若不好，讲你气到要害啦，敢是安尼？啊，你人生总是伫这个当中呢，这叫啥？这叫做循环的物件啦。哦，你今日时阵足有效，嘛是人生演变啦。哦，你今日时势足不好，啊嘛是人生演变啦。请咱到这个时阵，凡是你所有谈的金钱啊、财产啊、名位啊，这对象你带到哪里好？对象你带到哪里好？所以咱知影，黄永庆哦，伊出过来钱啦，伊讲有倒转，伊倒无转去啦吼。咱知影美国有一家公司，他们那时候 IBM 就是讲，咱的手机啊，哦，广告的，哦，迄个面板，哦，还是电脑，伊世界做了上大，甚至世界都业贾博士先生，因为死人了后，伊靠大人，伊嘛无大人啦。所以咱甲看看，以这个世间所变化物件，无对象你带到这是。但是若安尼逐点我就免拼啦，是毋是？讲这个道理就是我免拼啦，哦，毋是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就是讲，咱人生，咱做人来变，啊做变来钱，这是过去咱老人讲的一个民俗啦吼。但是变为这个世间的变，就是围绕这个世间的生活。咱讲起来，你是父母，啊你生囝，啊你就是传宗接代。啊，你为着生命的永恒，你要依靠你的囝儿的事实，要依靠你的某囝，你的某囝要依靠你，毕竟你要有这个物质经济。你若无物质经济，当然咱过这个生活不要苦嘛吼。所以物质是依赖你的生活物质较好安尼尔吼。但是你精神上的内底当中，敢就会当得到所谓的快乐快乐嘛？毋是这个道理啦。因为你世界甲看起，有钱人无代表快乐啦，无钱人无代表痛苦啦。哦，因为世界重要是咱一个心理差别。有钱人，你可以出快乐吗？你是有钱人的人啦吼，痛苦一堆啦，因故调查啦吼，因故调查啦，伫世界快乐国家最快乐，知影哪个清楚？伫世界啦吼。上界快乐的国家，人民的迄个快乐指数、快乐指数，上界快乐，你对国家有哪？有甘啊，有甘啊，菲律宾啊，北歐甘啊，对国家，甘啊，世界上界指數國家菲律賓，上界指，因為菲律賓是三到三月了，我還三安尼。安尼咁跳，我逐日嘛安尼聊，我好業是安尼，啥嘛是安尼爾。我逐日就悠哉悠哉，所以依据世界調查上界快樂指數係邊個國家？菲律賓嘅國家，若有人知影，無論少年也好啦，
老的也好啦，有一日就当中讲，我去菲律宾吼，去办道，行要行落去，迄一个初囡仔吼，才17、8岁初囡仔，穿只短裤，翘伫迄个哪呢？翘伫一个路边啊，耳骹安尼啦，身份证加咧设施，我是不在，对，伊嘛无惊天会放落来，伊嘛无惊菲律宾会叫，伊嘛无惊即个物件，伊就反正伊就人讲啦，无欲马则刚嘛，无用嘛，虽然人会艰苦，但我伫迄个艰苦伫即个用无啦，所以坚持拼出。争取取得，你拼出这个物件，你若肯定，你会当作欢喜；你争不到，你会当作痛苦。敢是安尼吼？所以人生的痛苦甲烦恼，毋是因钱的事情，是在于即条心永远会不满足。所以叫不满足嘛。所以细小时辈咧讲，咱台湾有旧厝文化村啊，高族的文化村啊，但是咱建民族啊，一个叫啥村管不足啦，一个叫不满足。咱明显做到爱经常做的，讲笑啦这民族应该是不存在啦是伊个咱人的心理，就是不满足，改变不满足。所以呢，迄个不满足产生了啊，咱唔甘愿啦，当然迄个人，伊就遐安怎，对不对？不满足，所以他伊当分就反伊嘛。虽然讲艺术太重视知识就是常热，咱人生咱学的，咱学出世间法，就是学一条心，咱学这条心啊，咱毋是咧学讲我来咧做较悬的钱，其实啊汉字是看个人福气所以人一辈讲命中自有总属有啦，命中若无咧，就用求啦。命中自有啦，总属有啦，你讲听？你的命中若有啦，你永远就有啦；你活生你永远就有啦，叫做总属有啦。你的命中若无啦，安怎无用求啦？安怎拼就拼无啦？所以一般咧想讲，今日咧亲属，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比别人较拼，为什么？这个做起来蛮轻松，刚才你用伊的时阵啊，伊讲车顶这种话题去，但是了解这些话题，敢若这些话的意思，伊咧讲我比别人较认真，我嘛比别人较拼，所以我想讲成功一定在较拼，按较意思，无一定较拼成功啦。较早，我咧一个好出先生啦，有一工咧，好出先生伊来咧做啥？我要去发咧，我车啦，一车顶，我就逐个就去讲就是我逐个心内话嘛你人生过得很好，伊讲我袂使我老，伊讲我怎无使老全呢？伊讲我算不了愈食咱对啦，不了愈食咱呢？伊讲我过去在锅在商用你听无？在炒锅在白糯米伊讲白糯米真正白到安怎无变是，到尾就空就对啦。安尼啦，人知就还在袂办，到尾做成主嘅，所以讲我愈不了愈食咱安尼啦。所以我之前讲，成功一定会靠打拼，但是呢，但是你若打拼，就代表你会成功啦。是小可你呢，因为你命中无嘛，命中无你听无？命中无你，较拼嘛是迄个物件啦，但是所以咧，会记，我讲。所以我想讲，命底是太重要。我在这里是慢慢的记录。咱福人，以这个世间你知你报一个福来，迄个换一个福就是你家己的心理，迄叫做量迄叫做心量心量换一个解释，叫做你换。咱问看咱的心量偌大，这是重要。虽然讲心量若大，心量大，你的福报就大。若心平，你的路就平啦。心若平啦，你的路就平啦。你的心量若大，你的福报就大啦。安尼条路。
啦吼，但是恁在是一个面汤啦，面汤啦，那面汤的流汤我会这个杯好。面汤甲这个杯啊，摕出来外口，天咧落雨啦，咱天公嘛吼，咱讲天书，咱讲天书啦，讲叫天公，天会讲命啦，天倒落来雨会感觉拢嘛走去外面汤去，哎，拢走去外面啦，伊袂，伊天咧落，不晓得。但是我想问，什么人心上济？当然面汤心上，因为伊用多嘛，面汤不心济嘛。啊，伊想我这用只价，互你心甲甜嘛，我袂。